竹溪整治工程对民众来讲最有感的就是说，让整个一个水环境变好。那水环境怎么变好呢？第一个就是水质嘛。那水质经过我们在一期工程的一个水质净化厂整治完以后，水质变得非常好，那是这个最有目共睹的。另外一个就是水环境，它一个提案，竹溪有几个更重要的就是说一个哈赫拿尔公园森林公园。那这个在整治过程中，我们也是跟 NGO 来互相探讨，那就是以减法的一个概念来做。什么叫减法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做太多的硬体设施，我们这个河岸呢，我们只用在基脚部分用砌石来把它做起来。另外步道的部分呢，我们用手做步道，让整个环境会更友善。也就是说，我们尽量减少这个混凝土的用量。其实这个是减碳工程，也是一个简化工程，我们做得非常彻底。台南市政府从2013年开始就在规划竹溪水岸园区的整治，到目前为止，竹溪水岸园区已经有一定的改善程度，而且让市民都可以感受到，原来是一个味道很不好的竹溪，现在市民在早上或傍晚的时候都愿意到那边去，直接走读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园区。所以第一个就是竹溪水岸园区，第二个那就是哈赫拿尔森林，它原来是一个森林都没有整理，而且里面有很多的流浪狗。现在市政府克服各种困难，把它整理成了一部分是自然生态荒野的森林，另外一部分主要是哈尔拿尔公园。早期的文献资料，也就是热兰遮城日记里面，在1643年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桥段的记录就是有3座森林：哈赫拿尔森林、威廉森林，还有哈根纳森林。而哈赫拿尔森林呢，它比较大，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大林的这个空间位置。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第一个感谢我们赖清德总统在担任市长的时候，开启了竹溪整治的第一步。那总共可以第一期工程可以处理每日处理2万吨的这个废水。第2期的工程即将招标出去，能预计在116年完工，能够处理掉所有竹溪的生活废水。那竹溪就更干净。那现在哈尔拿公园它的一个原先它是这个原始风貌嘛，那在我们担任市长之前，那时候只有竹溪开始整治，所以很多东西市政建设，包括这些休闲设施，都一棒接一棒的处理。哈尔拿公园自然不例外。因此呢，如果大众的意见或者包括议员的意见还有这个腹地的要再怎么样整并，我们会再做一并的考量。特点在于，第一个没有砍掉任何一棵树，第二点，它把所有的水泥材料都作为级配，没有制造水泥垃圾。第3点，树木跟水泥都作为一个生态环保的指标。然后呢，它把这个生活废水再经过初步的处理，也可以初步达到水质干净，那成为市民休闲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之一。你好，是君家，欢迎收看4月28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因应少子化，台南市114学年全面取消自由学区，恢复原本的学区制，也是符合就近入学的精神。不过，因为政策转变引起冲击，甲家长的反弹，所以议会上午要求教育局进行专案报告。会中议员的批评政策上过赶紧，互家长未赴欢迎，加上学校的招生嘛需要调整，所以要求新政策一定要有适应期，有充分的评估甲配套。为了卖违背学区制就近入学的精神，嘛是因应少子化、招生不足来保障学校的受教权。台南市教育局用议会要求来进行专案报告，回应为何114年下半年就开始全面取消自由学区的新政策，认为资讯无甲社会充分沟通，无公听会等必要的听数，要求检讨。太仓促这件事情，大家就很难接受。如同你刚才议员讲的，
你在我们的施政报告里面，在教育局的业务报告里面，完全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啊。这个是对于台南教育政策非常大的变革。而在去年的时候，局长就跟你针对某一些学校突然被取消自由学区，就有很多的讨论了。我也跟市长反映，就是说太冲突了，不是不能改，但是给一些适应的时间。很多家长不知道共同学区到底要不要移入口，它连共同学区的范围在哪边？我觉得在我们市府方，我们作为政策的统整者，我们要让它够清楚，让所有的市民，让所有的家长都了解到。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评估一下，是否要因为你们取消自由学区这个政策之下，你们后续是不是应该要统建一个统一的窗口，来解决所有家长的疑问？我是建议在台南市，我们应该每年来做一次类似就业博览会的这样的一个就学博览会，让我们呢各个学校可以让这些外来的人口，甚至是我们台南市的家长们，他们可以提前呢去了解各个学校的特色，这对于我们发展以校园特色会一个更落实啊，有一个这样的就学博览会。你事先有没有渐进式在做处理？你有没有渐进式在做就是先导？互家长才讲哎，未来恁的囝吼，无可能过去啊，因为你要回归到你自己的选区里面啦。所以我们制度的适应，互家长会当去适应无？有事先的教育的没有？你刚才你一个安尼俩家长做这种教育，你刚才我这所谓民意代表甲迄电话拢一直接袂起来。局长，可不可以我们试着去规划什么样的条件可以去争取一个共同学区，好不好？昆山它是一间大校，昆山会有是一间大校，它突然这样被腰斩，实际人数只有100个。那被腰斩的会有那种一定要势必的要把共同学区的概念推出来，所以我要拜托局长把共同学区制度化，好不好？59班当自由入学学校是全国大概仅有少数，还有70几班的。这只是一个特例。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回到这个问题本身，所谓的合意指的是还是要区里面来协调，然后要合理、要公平啊，不然的话，既有的就说我这样对，接下来会做滚动修正。面对议员侪质疑，教育长表示，因为环境变迁，打算取消自由入学，对112年就开始讨论，到113年，各中小学的校长会议嘛有了共识。不过后续包括共同学区等等如何划分，需要跨学校讨论。强调打破名称学校的迷思，提供多数家长会当就近入学的选择。和各校平行永续发展才是目标。台南新闻本集张硕维采访报道。但是114学年全面取消自由学区，都要希望保障学校的受教权，嘛撇免名称学校的迷思。不过，面对偏乡的小学校，对因过去所发展的特色教育，恐惊会有冲击。加上较需要合并甚至废除的问题，议会嘛引发侪讨论。教局针对台南市全面取消自由学区的专案报告，都要引发家长关心。其中取消以后，对着原本发展特色教育的偏乡小校，一定会有真大冲击，甚至凸显整并加尊费的问题。在地议员嘛要求教局一定要增加特色办学的资源。对于偏乡小校的规划。分学区的时候，在扩大学区应该要增加特色办理，比如说学经费的支援啊，或者是人力上的资源，可以协助这些偏乡小校的永续发展。因为可能也会因为这样子有些学校也好，或者说因为每个学校校方有不同的意见嘛。那当然取消自由学区之后，可能也会因为某些学校。然后会迁户，可能也会造成户政上的一些压力。那希望说，如果恢复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做好这些详细的规划，或者是说做好这些新增的人数的检讨或是分配。光标6个国小来看的话，它几乎有3个国小，它的人数不符合大家的期待，比如说大概距离2-3公里就一间，2-3公里就一间。可是未来这个的整并跟合作合盟的部分，就可能要麻烦教育局长要好好思考。我觉得要把学生不要认为说，哎，我好像请家教的感觉，
这样子的小校的发展真的有局限。但是如果合起来，像我们深坑国小，它的语言教学方式就是达到整个好像是最好的嘛，也就是它小校它有特色性，所以应该是局长针对于小校的部分，让家长安心，是不是有发展它未来的特色性，把它拉出来。要不然，其实这些小校，其实坦白讲也不是太愿意。当时有人口数那么多，但是因为农业化，所以还包含一人国小，它在我们在仁德里面就是偏向小校，而且那100年的好校。有些家长他们不希望让小孩有那么大的压力，他们希望在一个小校可以就是享受到更多的就是资源，教育资源，就是可能我们的师生比例又比较少的状况之下，就是说有老师去单独去照顾这些学生，这是有些家长的愿望啊。他们希望就是说在偏乡有一些可以选择的小确幸，但是取消自由入学之后，变成我怕的是说未来他们就没有这个选择性，他们就强迫必须说啊，你就必须要去成林国小，或者是说你就必须要去玉井国小。但是全面取消自由学区以后，连带嘛引发偏向适合更需要合并议题，甚至议会嘛决议建请市府提出会后自治条例来讨论。但係新聞管制張素維採訪報道。慶祝馬祖縣為佇雅凱雕兄宮文林廟今年首次舉辦觀會活動，邀請網紅郭鬼鬼以及影控4大財主歌歌前來徛台，呼籲大家踴躍觀會。會中議長區里里與林俊憲馬龍前來肯定廟方加入觀會救人的行列。馬祖聖誕慶祝活動今日尾聲，佇雅凱雕兄宮文林廟頭前停一台觀會車，原來是廟方希望傳揚馬祖濟世普渡的精神，邀請信眾來觀會救人，回饋社會。馬祖有來自自然呢，當然對這個社會當一個貢獻啊呢哈。除了一些儀式之外，可以多多參與廟的活動，也希望說透過這個活動，讓社會大眾知道說我們在目前正在廟正在重建，那也對社會關懷哦，多盡一份心力這樣子。響應觀會的信眾，也佫有豐富的禮品，有白米、禮券、關廟米等等，為着擴大參與意願，也佫特別請來各界知名人士，立委林俊憲、議長區里里，甚至永康4大才子歌歌、網紅郭鬼鬼，做伙來替活動宣傳。廟會優質化，更進一步提升為社會的關懷。集合我們信徒的力量。咱即馬這個季節雖然無欠費，但是不忙O型血，O型血，咱的市民朋友呢多多來捐血，因為恁的血是每一個人有可能都需要的，非常的珍貴。那也呼籲全台灣人都要記得熱血站出來，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哦。現在熱情哦，響應這個活動哦，會當救足多人。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這個活動。有公眾人物的加持，根據觀會中心統計，總共募集到215台熱火。雕兄宮文林廟境內嘛全體動員，加上一些企業的贊助，展現出溫暖團結的力量。但係新聞所發採訪報道。為了呼應虎城300，台南市百貨公所首次舉辦頂北好行建造活動，因為路線經過北門城牆、百年老店等頂北方的歷史景點，嘛等於是一樁文化巡禮，吸引將近1000人來參加。正北好行，北區真行，讚啦！北區正北好行健行活動正式展開，可愛的貓頭鷹吉祥物，還有各里里民有活力的健康操揭開序幕。隨後，台南市長黃偉哲、立委陳亭妃與林俊憲在小北門遺址的明德國中前鳴笛齊走。今天的正北好行能夠走過好幾個文化景點哦，能夠知道我們北區很多好棒的地方。路線全長3.2公里，會經過正北坊各大名勝景點和宮廟，包括台南公園、321巷藝術聚落、開基玉皇宮、新濟宮、三老爺宮、元和宮、正山城隍廟、
全程安排9个集章地点，全部收集满可以换纪念品。伫咧清朝时代，咱规个正北坊园区呢，上重要，伊就是咱的行政官员甲咱的军事的重镇，所以希望透过这道的活动，互所有民众更了解咱北区的文化，然后也可以在平时呢多来北区走访我们的一个景点。北区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宝地，有大小北门、台庆街等3条历史街道，还有很多100年老店，像是旧来发饼铺等等。北区的文化深度和中西区相比，也是不遑多让。记者收怀谈的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高雄市有一间人气强滚的牛肉面店，拄提供牛肉、卤味等相关的菜单。上届使人好奇的是，伫遮卖当食到50块的牛肉面，而且有面、有肉、有菜，用料拢无求水，互大家拢讲头家根本是咧做功德。而除了介绍俗，口味阁真实在，已经成为当地民众的上爱。当物价不断攀升，要找到物美价廉的铜板美食越来越难了。在高雄凤山区却有一间面店，主打50元的牛肉面，不仅面量十足，汤头鲜甜，还有4到5块的牛肉，让吃到的民众都惊喜连连。俗啦，较平民化啦，别个牛肉拢起价啦，家只无起价。哦，我想迄个翘山边仔吼。哦，迄个拢足贵的啦。正常来说，牛肉面都应该要100多块。对啊，这边的还就是价位都没有调。一个便当120块，且吃一碗面50块。人来讲50块，我唔相信，别个拢120啊。管钱对面遐遐拢150块而已，所以叫2碗应该差不多那个价钱。仔细看牛肉面的肉块香软不柴，搭配吸满汤汁的刀削宽面，带来无可比拟的享受。50元铜板价的高 CP 值，也让这一碗牛肉面成为当地民众的最爱。牛肉面50块有面，然后还有肉，还不错啊，料蛮实在的。价格也优实惠，料好又实在，价格很亲民又廉价，真的不错，而且牛肉又多又大块。袂歹啊，口味袂歹。好价。店家还提供多种面食、汤品、饭类和冷盘小菜，价格也都是铜板价。如果想要面量加倍，只要加10元，而且还可以选择宽和细的2种面条，满足不同口味需求。第一代的老板早期到大陆经商，退休之后决定回到台湾，选择开面馆，让子女能够继承。至于为什么会卖得这么便宜，也是本着回到故乡、回归地方的一点心意。就是现在景气不好，想说给大家一个方便吃得饱又好吃的选项可以选择，牛肉、馄饨、水饺都是自己亲手下去做，自己下去做，省一些成本就可以回馈给民众。从我国中到现在都没有涨价，不知道要怎么涨，就还能做就继续做。虽然一碗只要50元，但是有肉有菜，实在是诚意满满。外面选宽面还要加价，这里50元任你搭配，50元还有5块肉，这样亲民的价格真的是佛心啊！对民众而言，这家面馆绝对是荷包紧绷时最佳的美食选择，让你用平价就能享受到饱足又美味的牛肉面。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高雄的博爱路周边因为发展真紧，成为侪连锁业者选择进驻的地区。参照连锁素食店，伫遮就开了4间分店，预计今年底又再开第5间。嘛，后面将戏称博爱路的参照麦当劳大道。1间、2间、3间。开车在高雄的博爱路上，巨大的金色拱门就常会出现在眼前。摊开地图一看，短短不到2公里，连锁业者就开了4家连锁店，民众也都觉得开的有够多。蛮多的。现在麦当劳就是遍地都是啊。我大概3、4间吧，到那边吗？你会觉得这样有点多这样？哦，对啊，可是
大家好像都是来捷运站这个比较近的而已。3间还是4间吧？你会觉得人很多？但这边人很多啊，所以应该还可以，还不错的。对，很方便啊。素食业者就好像把这里当总部据点一样，一间又开了一间。博爱路俨然成了麦当劳大道，近期又传出这条路上又将在2025年年底出现第5间。好，记者人目前在高雄的博爱路上，这边被戏称为麦当劳大道，短短车程不到10分钟就有4间麦当劳。据传后方这个工地也正在盖第5间。盖第5间吗？有点多，好多哦，是盖也是这条路上。对，10分钟路程5间。有点多，我希望它可以盖其他好吃的。高雄博爱路周边许多商办与住宅林立，素食可以方便解决一餐，受到许多民众喜爱。不止麦当劳喜欢在这里插旗，就连许多的连锁咖啡厅与餐饮店也都会在这里设立许多分店。博爱路附近周边的商圈来讲，它刚好涵盖了北高3个很大的住宅区，一个就是美术馆，一个是农16，一个是合体社区。那这3个社区都是人口集中比较密集的地方，所以在博爱路上啊，当然它也会有居民需求的效应这样。所以像它可能一些直营连锁的啊，它除了在社区里面布点之外，它也会需要在主要干道上面布点。那当然首选就是这样子，它交通比较便利，然后车流量比较多，然后也是社区集中的地方。高雄博爱路已经成为北高雄重要的商业地带，人口密度相当高，连锁业者纷纷抢在这里插旗。未来凹子底也将为开幕第3家百货，持续注入大量人潮。记者孙军高雄报道。第11届桃园中兆镇文学奖已经开始竞争，用离散集合的主题来探讨文学的多面向，而且今年总奖金高达300万。其中张胜正嘛亲自出席，其他有更较侪优秀的创作者踊跃参与。3、2、1，请投件。桃园市长张善政跟贵宾作家们一同为2025桃园中兆镇文学奖揭开序幕，宣告征件正式起跑。今年主题离散几何，强调文学作品中可以观测的理性思考与不可测的感性想象，涵盖生命的瞬息万变。总奖金高达300万，期待文学好手们能够创造出全新的文学特色与活力。我们去年呢，中兆文学奖总共有1800多件的征件，我们希望今年呢还能够再突破啊，也就是说，让中兆文学奖成为全台湾大家最重视，以及呢国际的这个华语文坛里面呢最受重视的一个文学奖。那么除了这个办这个征件奖项之外呢，我们也还有一系列的这些推广活动总共有10几场的推广活动，主题讲座、文学沙龙还有写作营等等非常非常的丰富，也欢迎爱好文学的朋友一起来参加。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年的总奖金呢高达300万，所以呢也非常的欢迎所有的各方的写作好手呢一起来参加。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桃园中兆镇文学奖自创立以来，持续为文坛挖掘新秀作家，提供创作平台，希望借此延续台湾文学的薪火相传。征件期间还有主题写作工作坊，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这个期间，我们也会办理13场研讨会，针对各种文学的题材，让不同类别的文学的题材能够被我们的喜好文学的朋友能够一起来分享。所以到8月11号之前是一个文学的一个创作期，也是丰收期，期待大家把最好的稿件投进来。去年我们收到超过1800件，今年我们期待会更多。那么我相信这个中兆镇文学奖已经是桃园甚至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文学比赛、创作比赛。那么也期待这次能够再创巅峰。在地作家陈明凡表示，中兆镇文学奖别具意义，不仅是文坛新秀的舞台，也是以终老之名延续终老奉献一生的文学薪火。明年桃园文学馆也即将开馆，非常有意义。当然，它不只是代表着那个桃园文学的发展以及桃园写作的这个整个历程那么最重要就是因为我们用中兆镇老师的名义来作为这个奖项的一个名称当然是希望能够透过终老的这个文学的整个表现跟他的成绩能够来带动后辈的写作者能够进一步的进入到文学的殿堂。
2025中兆镇文学奖征件从即日起到8月11号，类别涵盖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报道文学、新诗、童话及散文等6种文类。投稿者不限国籍，创作主题，期盼更多人能一起参与，诞生最好的文学创作。记者赖伟一报道。以台湾作为母港的立新邮轮正式伫台湾展开航程，提供旅客长达8个月旅游行程，包括日本九州，或是韩国济州岛等热门的景点。其中谢国良嘛出席启航仪式，期待邮轮的观光为家人创造更较侪经济产值。最新编排结合舞蹈艺术和特技的表演，震撼旅客的视觉和听觉，带来最高级的享受。立新邮轮探索新号以台湾为母港，3月底开始正式在台湾展开航程，为旅客提供长达8个月的邮轮体验，前进日本九州熊本或是韩国济州岛等地。代表市长谢国良出席启航仪式的副市长邱佩玲，肯定也感谢立新邮轮以基隆为母港，在基隆采购相关食品物品高达1亿4000万元左右，打开基隆的知名度，也为基隆创造产值。谢国良市长刚好这段时间才跟港务公司高总去东京考察，那我们就很感激立新邮轮，他刚才告诉我一个很惊人的数字，3个月就采购了1亿3000万的物品，对基隆是帮助非常大，对我们的农渔产品。那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将来可以吸引全世界的客人，以基隆为母港，从桃园机场下来，从这里再到各地方去，这也是我们很希望的。那当然，我们文管局也会准备更多的，包括我们的很多活动，包括我们山海、我们的宫庙，让更多人认识基隆。很感谢立新邮轮，第一个是让更多人知道基隆，第二个是创造很多的产值，让我们基隆可以更富裕。谢谢。立新邮轮总裁吴明发表示，立新邮轮闪耀回归台湾，不仅在基隆采购创造产值，也将为台湾带来更多来自世界各国的旅客，创造更多娱乐和观光消费。首先，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因为立新邮轮重新在台湾启航。那好像刚才邱副市长所说的，就是说我们去年带来1亿4000万，那我们今年呢的航期其实是更长，那我们在地方采购有更大的贡献。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立新邮轮、信梦邮轮世界各地的这个销售的这个网络，把世界各地的这个乘客带到台湾来。其实我们在这方面呢是非常积极，要推广 Fly Cruise 到台湾来。那台湾本身呢，整年的这个航季里面呢，都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季节，我们也会把这些不同季节的这个活动介绍给我们世界各地的朋友。我们非常有信心，在台湾的这个启航，把我们的乘客带到日本去、韩国去，把我们世界各地到台湾去、日本等等，我相信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航季。立新邮轮探索新号除了丰富的航程，船上活动和设施也全面升级。针对家庭旅客和不同年龄层提供多样化的娱乐活动，同时也秉持立新邮轮舌尖邮轮的美食传统，让旅客在海上可以享受多个国家的料理美食，体验邮轮飨宴。记者吴俊松基隆采访报道。感谢收看4月28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
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你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